节目哈，拄则一开始，因大家拢有讲好话呢。甲咱三位主持人无讲，输人毋输阵，咱一定要讲一下。来，志强就甲我讲啊，你来。来，前天间讲一下吼，祝大家一天顶二进在三元及第，四时不在五福临门，六就是恭喜咱大是天上圣母妈祖所顺会当到了啦！老讲，啊，来介绍咱这个男主角秦阳来讲一下。金鼠年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上界重要，祝福各行各业，大家当参像我今领衫同款，事业讲一个红不让。是，所以愈袂讲的人愈恐怖。马祖，唔知要哪讲哈？来，希望呢观众朋友伫咧今年，大家拢会当亲像妈祖同款，有慈悲心，有爱心，用咱的心去关心所有的人，讲好话，做好事，许好愿，好愿就会在人间。祝福大家事事如意。水啦！不怪妈祖。哦，这妈祖是我咧千求万求啦，求来哦。那野人我熟悉20年啊，伊迄妈祖是演技好，扮了也袂歹，但是伊个性唔是迄落啦。完全发这要跟我前设，讲这就自闭伊个性跟妈祖完全无共款像。伊个个性是祖妈。伫遮咧心中甲观众朋友宣布一个，我真正真欢喜，来演这个妈祖这个角色。虽然我演袂到妈祖的100000%，但是我会尽心尽力，亲像咱在座所有参加妈祖剧组的这个明星同款欢迎大家是咱今仔日哇，拢邀请大家来参加咱的元宵节特别节目由咱天上圣母所有的剧组来做的这个特别节目这边是算讲咱头一个单元。咱头一个单元。咱先来介绍个人的角色好啊，先大家拢知影我是演啥，我拄则已经讲过。天上圣母妈祖，我先过来一个。是。来，介绍咱的男主角秦阳。唔敢，秦阳踮伫天上圣母妈祖这个连续剧内面我是扮演一个海灵王啦。海灵王。海灵王。会收水的。会收水的。我原来甲天上圣母妈祖咧做对的。基本上我伫咧第一个单元内面，我嘛是演一个大反派。大反派，看你的面就知。干嘛呢？但是我今日面相真好看呢。这无啥不，我所要讲的就是我面相好看，这是因为跟随着妈祖的身躯边，才影响到我的面相。对，最后你一定会弃暗投明。对，我会变好人啊。所以这出戏值得期待。差不多变好人的时候是伫1000集以后啦。是，我先讲你。许好愿啊！谢。来介绍咱的陈立干呢？自我介绍，我就是对你妈祖的身躯边，我就是让民间讲的陈将军陈立干，由我陈志强来演出，谢谢。好来，介绍呢来介绍咱这个顺风女来。顺。你唔是哦。顺风女当时变啥？顺风耳变性了。你干嘛坐在千里眼旁边呢？没有，其实我是那个千里眼的家属啦。然后第一单元的时候，我有去上海探班。有探班就可以来当特别来宾。对。没有，我今天来这边来祝福台视的天上圣母妈祖能够大吉大利，而且能够收视长虹。谢谢。好，当然都在是开玩笑啦。咱这个顺风女是有洪承阳，对，来演出。伊嘛演甲真高水，甲这个千里眼两个当讲是夫唱妇随啦。对。这边对。剧中会当安尼讲会当安尼讲。所以最主要有当时亚兰姐啦是讲有一寡话因为妈祖爱很庄严嘛，有一寡话啦是受过开玩笑，就由千里眼甲顺风耳来讲，安尼比较不会惊动到妈祖的。而且有一寡话妈祖袂当讲的，一定要千里眼顺风耳来个讲出来。对。这阵伊呢妈祖会来普度众生用伊的慈悲心来感化真侪人，包括讲感化这个净化灵王，当然嘛帮助过真侪人啦尤其咱倒手边一直咧食柑啊，完全拢无爱插过。这个阿嬷小红姐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香红，唔是阿嬷，叫阿嬷伤少年。不是咱戏的，你唔是有一个孙拢叫你阿嬷？对，我孙家无来啦吼。今仔日呢，我来遮非常欢喜，因为台视是我员工入行头一个头家。
台视。真的，所以你是老台30视人。几年前是台视的演员哈。嘿，啊，今年这个妈祖非常欢喜，但是妈祖发生啥物代志，我拢无看呢。你无看？因为在我迄一个痴迷的嘛。啊，对对对。天哪，恁拢安尼，但是无看是无看，我受到妈祖的感应非常非常的多哦。譬如讲顺龙你去救我的啦吼，迄个风雨足大足大的。但是阮两个讲安尼要安怎拍？想过来就想，妈祖娘娘我今日保庇，保庇今日好天，落雨莫落，阮这场才拍的时候，有影真实的呢，怎哩无落雨啦？我的现场。好，伫现场哦，确实有影，即款代志发生足多。像阮安尼无小的中珠吼，去甲无锡迄个采石茶，哦，对对对对。去遐拍，较想咧足危险的，雨落足大的啦，看若佫落落去吼，迄个山就佫崩落去啊。是。小红姐啊，小红姐啊，歹势，你即摆咧讲的迄是第3单元的，第一单元，第一单元啦，第一单元，我即摆咧录第1单元啦。第一单元，第一单元吼，就足精彩，你知道足侪惊险的画面。迄个画边哦，确实足危险呢。我爱演一场讲要跳落去，为了要救孙，我都爱跳咧断崖。但是确实足危险，嘛是阮阿强一直救，毋通发生代志哦。阿嬷明才是有代志，确实有影，非常即是讲人我拢有感应着，确实啊妈祖有保庇啦。啊，大家观众朋友，你来看妈祖，看妈祖嘛是有保庇哦。你看妈祖，今年身体平安，事事如意，天顶搁发财。爱看哦，收视率才会好。哦，谢谢咱这演技派阿嬷啦吼，咱继续是咱这个戏内底嘛是算讲举足轻重的，我那是咱单元的男主角。嘿，来李凤兄甲三凤主啦吼，来恁兄弟啊报告一下，恁两个什么关系？哎，啊你是哪增加安尼啊？哎呦，你即摆是演啥？这敬业，伊实在有够敬业的，够敬业的啦。咱大家拢穿甲安尼嘿啊，足清我来秀。用便宜，我想讲大家穿西服，讲结果当我一人咧穿啦，拄则我已经甲开过啊，穿高中会歹济。那会歹济，哦，原来恁两个是断背山的对啦，啊，是不是？私底下就卖讲，我戏来不是，戏内底啦，讲一下戏内底。戏来我是哥哥二皇子，嘿，对对啊，算是那种爹不疼娘不爱的啦，因为大皇子这个立为以后为王嘛，啊，这个爸爸又喜欢他啊，我就变成没有人要啊，所以我就开始反叛啊。对啊，这个也弄那个也弄啊。剧情拢讲出来，是讲你嘛无可能演好，演歹人爱红在安怎去用的嘛。固定的啊，你已经固定歹人标志啊我。嘛是有演好人的时阵啊。哦，有哪有呀？系啊，看到查某囡仔水的嘛是爱啊，嘛是会迄落啊，嘛是好人的时阵啊。对啊，系啊，像小弟的查某朋友咧，哦，啊你拢无要讲呀？我，你讲你去讲完，拢去歹人讲完啊。为了我这角色就是演一个好人啦，伫戏中就是为了伊的代志，啊叫一直叫欺负，我拢吞忍落来。看你这个面就知影就一副就是被欺负的我穿样子。戏服来，我就知影叫恁大家欺负。好，来你们来介绍你边的将军者，听讲哦，这跟你个哦，念到底。第内面对我足重要嘿。我只要伊特别看我讲话就惊，因为我特别讲将军起，伊就开始拍，就冲啊，拍几暝几日安尼。算巧的出嘴讲的出来的对啦。来欢迎杨仲仲恩。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良温，仲恩啊，良温啊。伫马祖内底我演的是我做内行的角色，就是大姐。啊，我等者，你是拄则讲啥？啊，我讲广东话啊。迄叫做专门的角色，毋是内行的。内行的。专门的角色，专门的角色，真好拍。大脚，你是大脚。係哦，係。哦，當然第一單元啊，還有真濟演員無法度，今仔日無法度來甲現場啦其他的同學咧無用。嘿，但是同款哦，希望講阮替因甲大家祝元宵節快樂。比如講侯怡君，啊，比如講陳仙梅，哦，啊，還有啥？天宝啊，啊，還有田寶啊，杨少文，哎呦，哎，講的了說袂盡啦吼。頭一個單元就遮爾濟這個巨星來加盟，第二單元更加不得了。嘿，歐里桑攏無咧講話啦，歐里桑，人拄則我咧介紹天上小廟媽祖是男主角的時陣，伊突然間導播翕你呢。爆發點。哎，導播對你足器重的哦。我演到尾就變主角了。哎，你哥呢？杨烈，我演一个迄个定南将軍啦，其實這個將軍是去奪來的啦。我本來是副將，副將因為這個起賊心嘛，哎呦，所以把這個將軍把他幹掉。家己變做定南將軍，但是我演反派。哦，你是演反派。你感覺各位列哥演反派？
我敢没。印象中真少吼。嘿，你敢若歹无啥会起来，敢不敢吼？啊，你安尼讲，那伊面一定是你边仔西人的对无？啊，我演西人的角色，我是上好。对啊，啊你是毋是？我演你就输了囝哦，哦，我真正。所以安迪哥这摆是演苏拉囝吗？唔是啦，第一家要甲大家做一个预啦告，我从演20年，从台视的《天天开心》到现在20年，我这次要演的角色是真正大突破。对我来讲是。我演过遐侪角色，唔捌惊过。我看到剧本，我错一个。阮遮规天伫咧回讲迄4字啦。我看到剧本写人性，伊的个性，风流倜傥。哎呀，这个角色袂歹呢，安尼个真适合你。这个时阵毋是干那拍 pose 啦尔吼，相信大家已经真久无看到安迪哥跳舞啊来。这个是。风流倜傥的舞步来一个吼，老师来。Music，Thank you。来表演一下。你看，Michael Jackson 呢？伊是左思摇。喂，那水这了，变成阿吉啦。你安尼跳伤紧，阮keyboard老师伊毋甲讲拢不顾。无紧啦，连刚才搁传一个。小到两步，互你偏旁者。唔重要，安迪哥，大家观众朋友唔知讲你点咧第2单元内面的角色的名是啥名？这4字风流倜傥就足歹啦，啊，但是哦，敢真正要讲出来？讲啦，讲啦，这哎，大家观众朋友知影咧。我为着丁国林，我怎出家？什么？真正这真大牺牲。这要剃头啊！这要剃头。安迪，你讲4字那边为着丁国林，我过去啊，足侪字的啊。是啊，我过去是伊的师兄，啊，我偷偷爱伊，啊，但是伊无爱我，我为着安尼怎出家安尼，但是迄个情一直拢放袂了。安尼你也无清。无清就对啊。打迄几个你会介意？最开始。你介绍了，我最刚要讲完呢。袂啦，你来讲安尼，这大家电话切话拢嘛差不多。不是啊，我意思讲，即届对我真正足大的挑战，爱演一个和尚，啊，过去是风流倜傥安尼啦。嘛真大牺牲，拄安迪哥有讲过，要入光头咧，爱入光头，爱入光头。更请期待啦！4位大美女来介绍一下哈。新辉，我演的一个角色是叫做秀莲，那是一个苦旦，被欺负、被虐待，那剧中要跟海龙王秦阳谈恋爱。那后来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在一起，因为他是神仙。你哪边跟海龙王谈恋爱的时候，请你自备那个游泳圈。不是，潜水装备啦。不是，楼梯应该带几个来，不然的话，因为镜头不好拍。要带楼梯啊！人伊老票阮的时阵拢穿马靴，不是马靴不够啊，因为他跟伊的马靴较悬呢，很高，我的鞋很高，特制的呢。他的真的很高，他鞋真的很高，他今天有带来。可是问题是没有，问题是他站起来还是只有到我们耳朵。对呀，安尼我就莫惊我去啦，吼，啊无你会更较无民主，哦，所以是演苦难的对，啊，平安伊是演。我这一次演一个将军的宠妾，也是他的护法。那个将军是谁呢？跟刘伯温的谁呢？将，就是镇南大将军。自古英雄爱美女，对不对？英雄配美人。所以讲你拄啊对多情，你安尼生就无意思啊，你。无意思哟。大我那你这安尼我都唔敢搁讲啊。啊，恁的代志无去外口再搁打桥啦，你是演宠妾的对啦。对。好，啊，到尾来。可是我也是他的护法。哦，到底要怎么把他的将军宠掉？那就是看。不是为了要让他帮助他的狼子野心，所以我要跟你斗法。你也会斗法？妈祖来斗法。我那有想发力的，我那都唔知。所以你第2单元，所以你第2单元最大的敌人就是我。好，敬请期待哈。来，继续咱那个有哈2位大美女哈。我是演那个秦阳哥指腹为婚的妻子，然后也是杨烈拔的女儿。这次感觉等一下，什么杨烈拔？杨烈拔字哎，杨烈拔的女儿啊，对，少了一个字。我查做这杨烈拔女儿。所以讲，伊是你的几把结婚的这个为婚的哦，所以你的第2单元会幻化做另外一个角色。我第1单元就是灵王转世，转世了我变好人。
有啊，我介意伊啦，阿姨介意伊哎，啦。我介意是因为我阿姨介意几落角的恋爱呢？哇，大概有6角恋爱吧。那大家拢恋爱拢甲你恋爱，那也无拍有千里甲顺风你。千里甲顺风你嘛有啊。是啊，什么咧恋什么爱？对啊，啊，咱边啊，迄个有加入你的4角恋内底无？基本上还没写到，嘿，但是应该我来写入来。没有，我在这个戏里面跟哎，两个男人，跟两个查某囡仔有关系。你查某的跟两个查某囡仔有关系？哦，安尼非常特别。一个是我的哥哥，就是秦阳。是。一个两个查某囡仔，小姐，你是讲查某你为什么查某囡仔？我当时变查某囡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千里眼。有啊嘞，有啊啦，我刚才你那，没，做一，眷属，息怒，一切都是为了戏。加变，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来探班的，来盯场。我会带橘子去。祝你大吉大利，谢谢。龙姐她跟千里眼会在第2单元发生一段恋情。哎呦，千里眼会暗恋她啊？对，这个就是龙姐，那个。我没有啦，容其实嘉荣最后他会演变成是还有我，对，就变脸之后就是你出来了，对，不敢说变脸了，多了一位了。好，刚刚讲到蓉姐了，那么平安讲第1台湾、第2台湾介绍了，那个蓉姐来咱这部当中创啥？对啊，咱正讲的龙姐，来四位歌手歌手，四位贵宾。来，为什么你今仔日咱会来参加阮天上圣庙元宵节的特别节目？因为阮拢是妈祖的信徒啊。哎呦！对，而且呢，阮这两位啊，还有唱咱妈祖的主题歌。无啦，因为安吼，足奇怪，我含这个台视戏剧吼，足有缘的。是。曾经苗选老片我唱到年歌，啊，即个咱这个妈祖，尤其是找我来唱这个主题歌，所以咱多有情哎呀，向鹏哥意思我听有啦。新机苗选老片我向鹏哥唱咧到第今已经搬演年歌。这代表讲咱的妈祖吼，若是搁互伊来演唱主题歌吼，上少是 double 的年份啦。谢谢。哎呦，double 的年份啦。你甲张荣荣当地合唱哈？对啊，张荣荣。安尼，恁这个主题歌已经出来未？搁几工啊吼？这几工会出来。有这个实力派这唱将哦，来唱咱的片头片尾哦，哎，不红也难呐哈。谢谢，大家吼拢足欢喜的元宵嘛吼。嘿是。我是想呢，就是元宵跟妈祖哪有啥关系啊？跟那3月23跟妈祖较有关系。对啊。但是安尼阿嬷你就有所不知，人所有的人拢是为着一个戏剧去制作一个特别节目，哦，敢若是引起人的注意力、宣传啊尔。但是咱这摆天上圣母妈祖无共款，绝对甲元宵节有关系。听我这个妈祖豆豆甲恁讲来，伫个永乐5年的时阵，明朝。明代永乐5年，啊，就是西元1407年，伫个南京的这个昭仁普济天惠宫，皇上有下旨哦，正月15的时阵，大家拢爱去妈祖庙拜拜，然后我来接，皇上下旨，明朝所有的百姓大大小小一定爱去妈祖宫拜拜。是。拜好了后，爱甲灯笼挂登去厝内底，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你代表就是妈祖指引你在人生行路会当公公平平，卖惊骗你，卖惊黑暗路。所以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流传到现在。安尼跟妈祖有关系无？这段绝对大家拢总唔知影，所以咱今仔日这个特别节目一定要特别好好啊，甲伊做起来。哦，甲别人咱无共款，人别人爱猜灯谜对不？咱嘛来猜一个。杨姐，咱嘛要猜一个。杨姐，女生有一个问题，我们当4个女生都在猜妈祖是哪一朝的人。我来嘛是宋朝问我的。所以，伊个本名叫做林默娘，好，伊是这个湄洲莆田人，伊的这个圣诞的日子呢是农历的3月23号，安尼我有够资格演妈祖无？哇！哎，阿嬷，会使猜灯谜啊未？猜灯谜，要着有红包哦。一定要猜灯谜。我们制作单位刚刚台视长官特别准备了红包，大吉大利啦哈！哎，相信大家拢咧背代数啦哈，无人咧背灯谜，所以今仔日真有可能真侪人拢会出错啦。哈，哎，要回答的时阵先举手哈，啊无就唔知红包要搬到啥物人。好，来详细听咯。
一人长耳朵，左右不对称，射一字。一人长耳朵，左右不对称。哎，跟顺风逆完全无关系。哎，杨总哎，你香港人哎，你现在香港人嘛是中华民族，对不对？但是你若要要这个，你要带标情。带标情。如果说你猜对的话，因为这个是有表情的。好，什么字？足困难的。多你冇讲好啊。一个字哦。一个字啊。耶稣的耶。你要比呀。怎么比呀？来耶耶，这样不会比。好厉害哦！耶稣的耶，真的。哎，拜拜拜拜，来送红包。阿妈讲，阿妈比是我比的啊，你比哦，对，是我比耶。好了，但是阿妈，讲一半。天公三年先牙手的啦。一边比是我比的，我比耶。阿妈讲一人摕一半，感情较袂散。但是吼，但是感情较袂散，我嘛要建议这个铁公山吼，咱敬怒尊严啊，好，红包关出来好不好？关出来，阿妈，关出来好，捐出来，我们对，来，好来，捐出来，来颁奖。因为是阿妈给你提示的啊，捐出来。哎呀！大家拢唔免伤欢喜，因为摕到的红包，因为咱 M 天上小妹妈做小弟，大家拢爱捐出来。来，趣味啊啦吼！哎，安迪多爱注意听啊，这真有可能你摇得到。来，物品迷，摇物品啊吼。诶，同穿衫，同穿鞋，同穿衫同穿衣服同穿鞋。假如讲你若是唔知影的话，我即摆用来表演，互恁看。好，来，诶，咱三个往前走，预备。我知道，我知道。model，橡皮。哎，这个千里眼的眷属讲伊知影。什么 ？model。我刚和你讲呀。对，相片吧。妈祖是有智慧的，那分家讲。来，阿妈讲。电视。来，王力友。相片。还有啊？有无？脚啊。脚。错。比如讲，我怎样？表演。好，来，你请。袜子对不对？错。来，哎，日头请爷爷，虽然够生命，到底我辛苦什么无共款？来看头来，沈世鹏。啊，一模简单想到。影子。答对了。哎呀，谢谢，颁奖。这是要关窗。我跟你讲，摕这红包袂当偷看。你先摕得到，你若偷看爱还2000。这红包摕到随地落，代表吼2008年金鼠年趁钱无人知。对。要不我想要关出来的哈，关出来嘛是会用的啊。会使，你先。关出来啊！看听阿关嘛，暂时先。无啦，暂时先第一你落地啊啦。来第3题，一牛两尾，猜一个字。一牛有两个尾，一只牛有两个尾。又一个字。又一字。好来，丁国林。哇。朱元璋的朱吗？哎，这样不对哦。哎，羊吗？山羊的羊吗？哎，不对。来，那个仙。错。来，千年的眷属。来，山啊什么？山不是不对，山也不对，不是。来，我想到了，我怎样？失。哎，答对了。失去的失。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猪的话，就变成3尾。哦，谢谢。哎，好，这个里面可以。等一下，这里面有钱吗？哎，对嘞，我讲对嘞，今年趁无人知我。我紧得个，金猪年趁钱无人知。对啦，因为那是猪哈，变成3尾嘛。好，而且失去的失，这是2尾。对。来继续。请妈祖再出题。哎，这好有啊啦。来，哎，字谜，要来又字谜。好，通上不通下，叫做啥？通上不通下。来，苏炳宪，你总算要讲话啊？麦克风一下。凹凸的错。好。错。来，有。哎，答对啦，有。好厉害，因为字谜拢大部分都是古早时的。有，就厉害的，系啊，阿姊啊。答对了，来，捐出来。鼠年要赚钱的嘞。
你们两个有作弊的嫌疑。没有，坐太近。他刚才那个诗，他其实可以看得到，他完全没有猜中。是啊。对，他好笨，他。后来继续就好药啊啦哈。我讲古早的人拢做禅嘛哈，所以通下不通上。加。来答对了，来送红包。答对了。好，来下一题。好，下一题。要通上下通。山。上面来妈做你看。龙千玉。那每个都有红包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不通，全部通。甜。算讲时大啦吼，时大一个好啦。新年过节。来。好累。好啊吼，其实还佫有足济啦，我相信大家若是去编古册啦，或者是讲吼，伫咧元宵啊，猜灯谜啊，嘛会当见长知识对吧？有当时要看电视，嘛有常识。安尼咱差不多约到安尼啦吼。差不多。啊，小等下可能有人要唱歌跳舞啦，无咱小休困一下。好。这步行，问世间怎样袂公平？我对你情深深，我爱你这用心，永远是注定无路用。爱你啊，生命献予你。 思恋你，想你啊，孤单过一生。离开你啊，我无奈。离开你啊，真悲哀。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 这步行，问世间怎样袂公平？我对你情深深，我爱你这用心，永远是注定无路用。爱你啊，生命献予你。 思恋你，想你啊，孤单过一生。离开你啊，我无奈。离开你啊，真悲哀。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 爱你啊，青春献予你。想你啊，永远思恋你。想你啊，孤单过一生。离开你。
团团圆圆啦，尤其妈祖吼，算讲新婚千变万化，所以容许我去换一束衫才搁出来。而且吼，为着呢要带来好头彩，所以我先甲奖牌挂出来。是，出国比赛得冠军。妈祖拢是爱挂金牌，你知道？你来干嘛呢？而且你挂的是选牌啊。酸椒呢？哎呦喂啊，这个酸啊，你要看卖偌大粒。好啦，是讲小符合一下，我感觉是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全球的人拢咧拜妈祖。好，尤其是这几年呢，有一个名称叫做小妈祖。哦，小妈祖就是大家拢一直咧拜啦。啊，其实伊迄是一个代名词啦，尔。哦，啊妈祖伫咱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哦，因为慈悲心甲伊的爱心。哦，啊，同时呢，伊伫伊出世的所在嘛救真侪伫讨海的人。是。我相信除了讲咱进前伫即个电视新闻有看到讲一个囡仔破病，因爸爸毋是讲抱即个查某囝去弄轿卡，好啊，结果病情有好转嘛。我相信这咱莫讲迷信还是啥，因为咱即摆讲，比如讲咱较正信的佛教，吼，凡说是心理作用，凡说就是讲真正是妈祖的感应。我相信在座咱真侪人应该拢有加加减减有即款的感应，尤其是安迪大哥，对吧？你一路坎坎坷坷行来，领差不多病济尔，你就硬要叫我讲话就对啊。我意思是讲吼，其实当然。我是那目前这内底除了烈哥以外，我算资历最完整的新人了。一定要加新人对吧？对啊，我这几年比较淡出演艺圈嘛，所以其实有人感觉讲啊，我坎坎坷坷，什么代志我拢拄会到，但是我感觉这用较科学的讲法是感觉，敢若人较早咧讲，这不是咧开玩笑讲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哦，这句话是绝对。的道理，你有印证在你的身躯顶，也跟你搏，所以其实有当你要感谢你的敌人，他让你有机会磨练自己。啊，你讲妈祖，其实有做侪人唔知影吼，妈祖其实大陆哦，在福建沿海叫妈祖，其实东北也有妈祖，你知道吗？当然有啦，四川我就知影有妈祖庙。对，但是有的唔是叫做妈祖庙，无叫做什么？叫做海神庙。对，因为你会记得无？足侪沿海讨海掠鱼的吼，一定拢拜妈祖。尤其迄个偏远的小岛，像澎湖啊、吼金门，妈祖经特别大经。对，啊个特别济经。嘿，所以讲有人唔知，迄个山东青岛在过去有一个叫长岛，伊遐有一间庙叫做海神庙。因为咱台湾这朝天宫啊，我内底有一个熟悉的大哥哦，伊较早伫内底服务足侪年的，伊甲我讲，伊有一摆请咱的妈祖要去遐朝圣。唔是朝圣，应该我那是进香去啦。进香。结果去到遐的时阵吼，青岛那几个月一直都在暴风雨。为什么？逐工拢暴风雨，我们在海龙教伊本来就是天气无好啊啦，本来就天气无好。迄阵去拄啊青岛迄阵的天气无好，青岛天气足歹，连续几日工拢暴风雨。去咱台湾的妈祖去到遐的时阵吼，去到青岛的时阵。忽然间，真正天气慢慢变好。这是遐侪人看到，不是讲咱听人讲，凊彩讲。还有更神的是，因为迄阵为着青岛一个过去迄个长岛，我们叫迄个海神庙。结果因就派军舰哦，迄种风要搁渡过迄个长岛。结果这个妈祖一上，台湾的妈祖一上了军舰之后哦，转好天，日头照出来。所有青岛那些当地的百姓全部跪下来，结果去到长岛之后，才都不妈祖庙啊，才发现说那里叫海神庙，里面的妈祖跟我们的妈祖扮相一模一样，而且那个庙是889年，啊，你加上妈祖他得道，还有他成长的过程，加起来是不是超过1000年？对。所以有的人，我会记得有的人电视台演那个绑辫子的是清朝，那是错，是错误的。无啦，妈祖其实哦嘛普渡到咱这世界、这世代的人啊。对啦，我意思是讲，即马搁咧保护咱。伊是有1000年的历史啦。是。迄是大家看到我为暴风雨变做出日头，大陆遐百姓大家拢跪落拜，迄是真正的代志。志强听讲嘛有嘛对吧？其实咱这摆去内地去。我们在剧组这边拍的时候，咱也不是很丢一间天妃庙，天妃庙对不对？我那阵就讲哦，好巧哦，是安那阮来上海拍戏的时阵，边仔就有天妃庙。我跟你讲，
妈祖处处不在。对呀，对不对？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怕伊迄辛苦，迄个等你较讲。其实在我身上，我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迄进前吼，大家拢知道陈立干是伊个面，伊个青面的嘛，孙红丽是红面的。但是我们一直搞不懂一个状况，到底陈立干是要徛倒边还是正边？正边。其实有当时都模棱两可，有当时唔知，因为剧情的关系，我们招来招去，所以这在左右边一直在。唔知要安尼徛对边，佮迄天去的时阵，我唔是去拜拜，佮去拜的时阵，我就是我嘛求啊讲啊，我非常高兴可以演到千将军这个角色这样子，那希望妈祖可以能保佑我。结果唔知安那，去烧香的时阵，香都落来，滴着一个，触着你的倒手，触着我的倒手，结果触着倒手，我伫遐听，我因为你怎么我办好势哦，我看时阵啊，较知影，千里眼是惊。徛倒手的，所以我即马只要迄个我当时亚兰姐讲，千里眼是徛对边，因为这边。其实咱去拜妈祖庙的时阵，拢知影讲千里眼是徛倒边，顺风岭是徛正边。但是因为咱的目标拢伫妈祖的身躯上，所以雄雄讲要跟咱想袂起来啦。无去看到千里甲顺风的。知影讲倒边是这个千里眼，但是雄雄佫惊讲唔对，所以上好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想要到妈祖就甲你点醒，指示一下，讲你就是伫个倒手，顺风岭。点着正手，我唔知，伊个是嘛有烫着，唔知烫着正手边，哎问，但是起码我知影讲我是徛倒边的，千里眼是徛倒边的，这袂当我别讲的哦，这袂当我别讲。一般以咱看咱去拜妈祖的时阵，伊是伫咱会看的正边。对啊，所以我们是安尼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站但是咱安尼看是安尼看嘛，咱面向我。但是他是站在妈祖的左侧。对，是。啊，人哦，当演每一个角色哦，比如讲，你看，你有感觉亚兰最近？他那个面相有一点发亮，越来越庄严，有一点庄严的感觉。有当时因为咱咧演的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咱有当时要带小六天者会歹势。哦，迄是一种心态作用。你看子强，你有感觉哦？越来越像前力越来越像。他发现他的眼球慢慢有点往外凸了。然后他跟我讲，我就说你是讲甲状腺，你甲状腺亢进啦。是想着讲，伊咧甲咱学咯，你知道？其实有当时哦，你若是讲有这个尊敬的心，相由心生。其实哦，你若是扮上迄个角色的时阵，我穿妈祖迄束衫的时阵，其实我都唔敢开玩笑。我平常时吼是一个不哩啊喜欢讲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但是衫一个穿起来，你问清扬。我有当时啊，拢甲姊啊咧滚生笑啊，伊拢私底下甲我讲。较听啊，你就知。你甲穿妈祖衫的人，你等我穿妈祖衫的时候，你跟我咧滚生笑，较听啊，就你好。哦，当然，咱这边讲唔是演员的啦哈，比如讲这龙姐啦，是讲你有，嘛是讲有见证着呀。我感觉我甲妈祖就有缘的，你看出道到即阵吼。差不多每一年的3月23号，我一定去为妈祖娘娘唱歌。我当时还够走场啦。那我想很多的艺人朋友都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其实对我跟安迪讲的有一点仔雷同，就是要表演进前拢会落大雨。嘿，但是你要演出来这个开始哈，7分钟哈，天气就好啊，都袂落雨啊，表演煞。都开始落雨啊，有没有？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我主持几啊条，逐条都没拢安尼。对，差不多拢安尼哦。啊，注意，即摆咧落雨，注意就加这个。阮烦恼到要死，讲要安怎样一时啊就停啦。别烦恼，那咪吼，就敲电报去你电管啊啦，那咪就好听啊啦，真正就好听啊。所以吼，其实真正见证伫阮这出戏内底。是，唔是讲真正妈祖出现的时阵，或者是讲恁咧主持落雨啊，开始就好听。真正伫阮拍这出戏的时阵，你问秦阳就好啊。只要我伫咧的时阵，绝对好听。风调不顺安尼吼。突然间，我若是行入去落雪行入去，外口风雨，我咧讲，这场就是咧拍情好凉哦。所以哦，迄阮迄个时阵真正给我回来起来，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所以，我直接要甲大家强调讲，我们不是迷信，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信。所以我做我干妈做出外景，伊拢袂染着雨。那是我前和你往出外景一定要压着雨。我知影，想到大陆最近暴风雪，因为你回来台湾了。哎呦，我绝对要去救苦救难者。对。我现在要讲一个哈，就是我在花莲港天宫表演的时候，因为咱有当去表演哈，拢会跋杯嘛，问妈祖娘娘讲啊要点什么歌曲，点什么歌曲。有无？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被点名去了，
结果我一开里了后哦，突然间刮一阵风，很奇怪，那个风很大，这样嘘，然后我就讲原来安尼。后来伊内底一寡你这边讲委婉哦，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妈祖娘娘来看你唱歌，妈祖娘娘爱听你唱歌，伊来看你安尼哦，我们可以感应得到。哦，迄个风哦，足奇怪啊！我唱的时阵哦，照你讲舞台顶有足侪奖牌哦。奖牌无落甲一个倒落来，风真好，但是奖牌拢在在，对，拢在。但是迄个风是蛮大的风。啊，你咧唱的时阵，有想讲要唱妈祖听，愈唱愈欢喜无？有，而且我自己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我做那跟他们在出到这个专辑，我袂记啊。我心内就觉得，感觉讲，我这个专辑一定会大卖，真的就大卖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妈祖真的是给我加持啊，给我加持啊。所以一直甲即摆我拢足信妈祖，足相信妈祖。对。王力友嘛是因为安尼吗？有迄个我要出第一张唱片，迄个坚持甲上映的时阵吼，迄阵足惊的嘛，因为即摆经济足歹，唱片嘛足竞争的，我就甲我新出来的唱片摕去迄个妈祖婆的迄个桌顶，我有听嘛，因为一块唱片第一条甲第10条听甲煞差半点钟哦。人遐毋是普通拢听佛经，对，放迄个流行歌曲。先甲委员差不多。结果我从啊甲迄个庙公啊，从啊淡仔泡茶，拍，因为我有炸迄金纸去要拜要烧。哎呦，迄间庙吼，伫阮迄个里内底，迄间庙足大间的，叫做广弘宫啦。迄个金炉吼，安尼放落吼，迄金纸就家己会吸入去。吸入我，哎呦，那只趣味，我就夹来，我就甲放诶。我有迄大福金、大福金吼，怎啊放喺手里遐咧，互伊吸去，足趣味。吸到上尾张的时阵吼，怎啊黏伫咧我的手的。伊个庙公伫遐咧扫涂骹，我淡仔用安怎拢吸袂入去啦。伊个庙公就讲，迄张足好诶，迄张发财金妈祖婆要留予你的。结果迄张吼，你甲即马个地咧？我怎啊家己放喺我的迄块坚持甲上映迄块 CD 内底，甲缀掉的。每一张唱片我拢甲流传下来的，对，拢甲刷过来啦。所以你拢会甲拢甲缀伫你的片仔内面啊。哦，无怪逐地拢迄度呢。逐地拢迄度。你有最近真正逐地拢迄度。你嘛是爱有妈祖的缘呐。即马我家己咧形容吼，即马去教会，感觉讲吼，真正我感觉讲妈祖婆吼足灵实。尤其逐摆你若是出国咧演唱，还是讲即马安尼吼安尼受到真侪人的即个肯定吼，我拢感觉足感恩的，拢感觉讲吼安尼真正吼，平常时爱多做善事。这讲起来嘛是王力友对咱妈祖娘娘有一个虔诚的心嘛，所以妈祖娘娘特别注意照顾伊安尼。是。希望你的专辑赶快一路长红。希望咱即个亚兰姐即个妈祖婆吼，会当安尼吼。大家收看了吼，同款会当得到咱妈祖婆的保庇吼，互因收视长虹。谢谢哈，谢谢，囡仔们好恭维。其实呢，要有妈祖保庇上重要，家己爱拥有一份爱心啦。对。吼，亲像真正常常咧做善事的，阮即个杨烈杨大哥。吼。其实吼，这妈祖这敢若拄只案例咧讲哦，其实妈祖会使讲哦，普度众生，你知道？伊这算大慈大悲啦，吼，毋是讲敢若咧帮助即一部分的人，哦，伊会使讲全面拢有咧帮助。伊吼，我捌一遍是安怎呢？我捌一遍吼，阮较早吼有做一个迄个滑水队吼，伊迄条桥即摆已经无啊，较早有一个银桥，哦，中正桥骹吼，较早诚侪囡仔伫遐耍水。哈银桥，伫遐耍水吼，落落去，叫落落去，厝的人来找吼，敢若找到迄像牵拖尔，找无囡仔，当要安怎？阵求妈祖，求妈祖吼，就足奇怪哦，求妈祖吼，安怎去找到你知？因为阮迄阵是伫遐附近变做讲水上警察的迄款支援队，所以阮伫遐附近，马上是有人来找阮，无阮普通时并毋是讲定定拢伫遐嘛，就是冥冥中就是有迄个指示就对啊。厝的人，伊哪会知影通我走来找阮，因为阮游泳队规定的人讲伫遐嘛，所以伫遐落去找落去差不多2-3分钟就找到。伊结果去交掉，伊咱咧叫迄个河堤诚侪你看拢有用的铁网包喺大粒石头，可能迄铁网迄铁网拢会捅出来的所在，衫去交掉的。
迄囡仔其实是住喺边仔咧水骹，住喺咧生水啊，叫啉去高调咧，加在，迄时间拄好会付你啦吼，差不多2-3分钟已经昏去啊。但是救活以后吼，经过人工呼吸，嘛是有救啊。啊，所以讲迄个因伫遐真明显哦，迄厝的人吼，伫遐现跪喺住遐求妈祖，啊，连都有救着迄个囡仔的命。你有感觉我一上头都咧讲话，敢若咧传道哦。但是这是事实的代志，所以伊讲甲足诚恳。我伫边仔看，有感受到迄种会安尼麻麻呢。头拄我想亚兰伊演妈祖是伫天上圣庙上近，我忽然间发现烈哥伊伫天上圣庙上近。安怎看？你来看后壁4字天上圣庙。好。上甲圣啦，莫念出来，念头念尾是啥？天母。因兜住咧天母啊。咱来请马来西亚的人来讲者来。因马来西亚，伊是亚兰姐，伊是原住民。你无感觉伊就像东南亚的哦？就像啊，我哟。哎呀，敢有像？有啊，够像。有吧？来，你有神机无？来。啊，神机是咱这个有当下妈祖庙拢有请歌者去作秀嘛。有一届就是走去咧南投，应该是要鹿角迄条路，足细条的。去唱我唱球了后，我含迄个司机淡仔拜拜。要落来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5指拢无看到，暗蒙蒙。啊，有一届这个司机讲，安怎侥幸啊？搭这个路到是要安怎行？啊，目睭白好金，啊，毋是拢有迄个啥物雾灯啊？要安怎讲？涂骹迄哦，一粒的安全灯。毋是咱的迄个车。哦，雾灯哦。雾灯嘿。哦，你讲雾灯，阮就讲。哦，雾灯啦。啊，迄个雾灯安那甲照吼，拢看袂到。要找中迄条线有无？嘛找无。啊，有一届咯，冲起来，一抓停落。啊，迄司机讲，奇怪，那忽然间，我也无讲迄个刹车，我也无讲用啊足正力咧，那会安尼？啊，叫我2、3、4个，淡仔落来看，侥幸哦，半山腰，迄个车的头伫迄边。哦哟！啊，迄个司机就敢有一个感应讲，我咧加在拄只，咱要唱歌的时阵，咱有去遐拜拜。真正是妈祖救咱遮傻死的这个性命。哎，就跟无你若是无种亲身经历吼，嘿，你唔知影讲迄个恐怖的情形啊。咱若想讲迄个车头咁要栽落去啊，突然间会打刹车吼。是啊，迄当阵转来了，隔天讲公司就叫伊唱迄个大悲咒。大悲咒哇！现在换我说了，对不对？你有神机吗？我是没有神机啦，可是我是因为我们这2、3年不是都跟着那个白沙屯的妈祖出去吗？然后就是跟着一起去拜。你讲的，阮顶年要拍妈祖，这个是妈祖之前，我有去对妈祖行。哦。哎，阮2个拢有。说先困了就对了。所以讲你当去拍，你嘛是爱去对一下。对，这应该。这个我可以证实啊，因为我们4个是同一家公司嘛，我们几乎是常常在那个白沙屯妈祖出现。我嘛摆对行。对面有人咧甲你演，遐个。我今天嘛是同公司，有一起去过吗？对。中文嘛是恁讲。我有认过叫嘛是简单讲介绍，这个妈祖是在通霄镇的一个白沙屯，它叫拱天宫。它这个妈祖是400多年，它是全台唯一的能形嘛，一般是用木头雕刻嘛。啊，它那个是用藤下去编的。它身体是软的，然后它最大特色是有2个那个。刚才那演歌一种白袖，水袖，哎，很特别。美洲的妈祖嘛是有水袖啊。嘿，啊，但是伊特别明显。哦。啊，而且他那个软心嘛，这个是软桥。对，它不能坐车，因为你有震动的话，它搞不好会裂。对，它那个伊是用那个顶来编的。他讲的就是那里的妈祖。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妈祖的干儿子，然后那一年就是他去。抬轿子，然后白沙屯的妈祖是不按照行程走的嘛？路线对，他那个路线就是可能就是说自由行的啦，不是跟团的啦。对。然后有些妈祖庙的妈祖是有固定的行程的，然后他那次就是他抬轿的时候，就一到了一个地方，妈祖他要进去那个门，然后就3进3出这样子，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到了里面的时候，妈祖他要进去那边休息嘛。对，然后休息后，然后呢，等休息完之后，他们要请妈祖出来的时候，后来请不出来，因为那个门太小了，就是门的 size， 它其实是比那个銮轿还要小的，所以可想而知是刚刚3进3出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对啊。
size 它其实是比那个卵教还要小的，所以可想而知是刚刚3进3出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对啊，对。然后后来妈祖慈悲说，就是说他们有宝贝啊，说要怎么出来，结果妈祖就说让他那个卵教，就是他那个教子把它拆开来之后，然后重新组装，然后再把妈祖先请出去，对，然后这样才出来的，而且它那个大小差1个拳头。它就是它那个。背后有一个解说啦，有一个解说就是讲，因为大家到遐，其实大家拢行甲足忝的啊。妈祖原来伫遐，原来需要休困啊。嘛是讲大家众生，大家拢缀行，一寡地主缀行，去到遐拢足忝的，要赶紧让大家休困啊。所以讲，迄就是伊的神迹啦。变做迄个门虽然迄顶软桥比迄个门搁较宽。但是伫迄个时阵3进3出的时阵，我都通我都入去，要出来，大家休我都出来，伊休了煞我都出来。我跟你讲，这我昨我甲烈哥都经过迄个，伊咧讲的迄间的门口。因为阮有朝天宫转来的时阵，有位通宵去。当地人才甲介绍讲，迄个3进3出就是迄间，阮都看到一间厝，灯火通明，怎起饭厝？怎规个卡掉起东西？那的意思就是保庇。庇佑，保庇对。妈祖我都翻新厝，你也看伊是什么意思？就是坏人。我感觉大家真正要演妈祖，大家拢足辛苦的。有先去拜拜啊，先去了解啊，真正妈祖是一个保庇咱的神嘛，所以咱拢以真尊敬的心态。我相信应该青阳嘛，之前有去拜过，虽然讲你演甲伊是对头的角色。当然啦，因为演海玲王是反派角色嘛，所以一定要先去甲妈祖忏悔一下安尼啦，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啦。但是无歹人嘛，无法度提醒人遐个心嘛。对，因为无我这个反派嘛，无法度衬托妈祖的慈悲。妈祖本来就真慈悲啊，是这个反派的时阵呢，会感觉讲，人性人就知影讲，甲安迪是同款的。安尼时阵，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隔壁迄就是安迪呀。但是你安尼讲哦，真正演这个反派是对伊真好呢。伊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要这样的想法。真正啊，真正。其实咯，我嘛真有缘分哦，会当甲咱的妈祖来结缘啦。其实我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就供奉神明，我5千岁，太子爷公啦、土地公祖啦，供奉。我甲妈祖结缘，我伫足细汉我就甲妈祖结缘啊。阮规家伙啊，有当时啊，寒假、暑假出游啊，都会到大甲、定南宫，拜拜。从甲拄啊，烈哥甲安迪哥咧讲的，白沙嘛，白沙屯嘛，白沙屯嘛，我去啊参拜过。倒位北港的朝天宫，我有参拜过。台湾所有的乡镇，会当讲319个乡镇，所有妈祖经我唔敢讲拢行透透，但是基本上只要有妈祖庙、妈祖经，青阳绝对会入去啊进。还有一间咱上山的慈幼宫，上山自由宫，上山自由宫。我今要报告的就是其实大家拢知影，所有观众朋友啊，大家先拜前辈，大家拢了解。青阳甲我的太太足想要有囡仔，足想要有囡仔，但是一直就是无法度开花结果。我讲太太已经结婚今年第6年啊，真无简单。踮伫个旧年，我的第一个后生出世。我是安怎会讲着讲，我足想要有囡仔，结果得袂到咧。我真有即个缘分经过着咱迄个日本的浅草观音的牵绳。来到高雄市小港的龙凤宫的妈祖娘娘来结缘。这个妈祖娘娘我甲伊结缘了后，当然啦，妈祖娘娘我那疼惜我，我那指示我做真侪代志，包括后林老师林亨土林老师，伊替我甲我的太太做真侪法会，帮助阮解脱一寡奇怪怪的物件。我是安怎讲奇奇怪怪的物件？其实我安尼报告毋是讲我做袂，但是我无想阁袂用的。我讲太太是民国91年7月初9伫高雄公证结婚。我想讲公证结婚应该无啥物禁忌嘛，无禁无忌食百里嘛。结果高雄结婚的迄天，包括伫高雄请人客，伫台北请人客，我的新娘房拢有绣好的入来。伫咱台湾的民俗。对，台湾民俗白虎星入线，白虎星入线，可能啦，我甲阮太太较无法度承受的，就是7年来无法度有囝嗣，7年内
白虎心立线7年来，我真有这个缘分，甲观世音菩萨、甲妈祖娘娘来结缘。经过着咱高雄的龙凤宫的林恒土林老师来替阮解破，度化了后，真感谢。伫个妈祖娘娘的见证之下，祝生娘娘的稳准之下，替阮某做一道法会，叫做栽花换斗。哦，栽花换斗，较通俗的话语叫做换刀，甲查某囡仔的刀换掉。因为白虎星立线了后，就代表你这个白虎星立线7年来无法度生育。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我背后经过这个林老师的指点了后，我去册局啊，去显测出来，确实有栽花换斗这4个。有，我捌听过。栽花换斗吼，他那个法会我也觉得蛮奇怪的，一定要有祝生娘娘的答应哦，一定要跋杯跋到祝生娘娘稳准。稳准要互阮某换这个刀，换刀了后真顺利，就成功啊！所以我嘛真感谢妈祖娘娘温属这个庄元宝互我，因为我本姓庄嘛，阮囝叫庄俊成啊，我和这元宝叫做元宝装进来安尼。哎呦，水哦！好刚才所以哦，我刚才要合作庄孝伟的。无啦，你今仔较早回去的，你会阁生一个后生叫庄元宵。哎呀，是哦。其实我已经想到，阮查某囝的名叫做什么名啊？小名庄珠宝啊。珠宝，够庄珠宝。这话讲倒转来吼，我真正感谢妈祖娘娘姐。妈祖娘娘。不，不是我。因为亚兰节进的时候，咱时代的妈祖娘娘，你知道吗？我感觉讲吼，大家拢是妈祖，只要你有慈悲心，大家拢是妈祖。咱解禁的时候，咱时代的妈祖娘娘，你知道吗？我感觉讲吼，大家拢是妈祖，只要你有慈悲心，大家拢是妈祖。我唔敢讲我有接受到妈祖的神迹，但是我要讲一寡我甲妈祖的缘分。虽然讲我唔是出世伫个梅州福田呐，但是呢，我出世伫个马经。哦，这是我出生地。那因为阮都是歌仔戏世家，哦，是经营歌戏的，所以爱去各大庙宇去表演。所以我自细汉甲神佛就蛮有缘的。当时呢，台视要来拍这出《天上圣庙妈祖》的时阵，我当咧拍《星机妙算刘碧云。我迄个时阵想讲啊，我咧拍这出，其实我足早以前就足想要演妈祖的，唔知是为什么我唔敢讲要演观世音，为什么我敢讲要演妈祖？唔知是安怎，就是有迄种感觉，你知无？我咧想讲，哦，起码台视要拍这出戏，我唔知会当演无，但是我这个马凤秀的戏佫遮尔啊重，我拢唔敢讲，你知道？所以因着高层开始去拣角色，就讲这个安怎，这个安怎，这个好唔好，这个好唔好？我嘛拢甲这个心思藏伫个心肝内，我拢唔捌共讲，我嘛袂讲，无我足想要演妈祖的，你有我演好无？我嘛无安尼讲，我就点，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唔知安怎选角，唔知安怎，拢无确定。到尾这个咱进前经济部的林荣军打电话互我，讲问我有想要演妈祖无？我才甲我这段心声透露给伊听。我讲我其实伫足早以前，人咧演妈祖的时阵，我就想讲，哪会无爱找我演啊？我感觉我甲伊足有缘分的。但是因为这出戏，我即马当咧拍刘碧云，我若离开了，安尼继续马凤秀要安怎？所以我拢一直唔敢讲。伊讲你真的想演吗？我说我真的很想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随缘好了。结果呢，伊就甲咱这个前节目部经理胡经理讲，胡经理讲，对啊。那无去，伊讲有，我有去想到亚兰，但是你咧拍刘碧云，袂当走。咱这制作人曹景德先生嘛，讲有想到我，但是伊拢想讲我即马翁档戏啊，无可能走。无伊讲，其实伊嘛是足适合的，无咱来跋杯看卖好啊。因去跋偌济杯，我是唔知啦。讲摕我的相片去跋杯啦。但是呢，因之前有去跋，拢无杯啦，跋别人无杯啦。跋我的时阵呢，模棱两可。因着。曹制作也去播，节目部经理也去播，尾也想想讲，这件代志已经要开拍啊，无咱同齐来去。我心肝内嘛想讲，恁实在互妈祖足烦的，一个去问，无咱三个斗阵来去好啊。同我拣一个时间呢，偷夜，咱现场有迄个报社记者，阮去到遐，佮撞到迄个报社记者，徛在外口，嘛是去拜妈祖。伊讲，陈亚兰，你来干嘛？没有啊，拜妈祖啊。好，这个酸里面，等下那个节目部经理，人家也认识啊。胡经理，你来干嘛？拜妈祖啊。
迄个报社记者，伊嘛无想到讲，阮是要演妈祖要，因为要甲即个角色先保密住嘛。因为还未得到妈祖的同意，我嘛甲因讲，你虽然属意我，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求妈祖同意。结果阮3个，就是我胡经理甲曹景德制作3个入去，阮就开始拜，开始讲。因为因进前已经跋足侪杯啊，跋甲因拢心灰意冷啊，即嘛开始我杯摕起来，阮规排人就徛喺遐，我就开始讲，然后跋杯一杯，哦，迄大家会当讲迄个汗拢流落来，你知道？尤其阮这个曹制作偌趣味。行，一杯好啊，就是你，行，好啦，走，行。你要做鬼啊？我当了解制作的心态，一杯就好啊，哇！第2杯完不离那无。你刚开始抓呀？因为我拍神佛的戏哦，大家拢足谨慎的啦，一定会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啊，一杯以前拢跋甲足无人同意的，即摆一杯稳准啊。但是我要去问庙公讲妈祖足圣的，你个3杯足在，这是神。才有准算，伊甲伊就讲行，我拢不爱参与，我继续搁播，第2杯落去，搁强啷哭一个，搁上杯，伊搁讲行，来走，安尼准啊，好啊，咱来转啊，我拢无参与，结果第3杯我搁讲，搁哭咧，搁第3杯我怎啊目屎怎啊流落来。接落去啊！了解，真正感动。妈祖有咧支持啊，因为这段故事吼，我是背后听制作啊甲经理咧讲。当初时亚兰姐还未提出讲吼，伊要演妈祖的过程哦。公司啊，台视的公司经理啦，制作已经去自由宫遐已经跋杯跋过 N 次啊。包括遐报什么遴选，完全拢无杯，一直到胡汉新经理甲曹景德制作伊甲妈祖讲，啊是毋是爱陈雅兰家己来播，哭落再一杯。哦，事后你才知这件代志啦。事后我才知影，因为你看伊本来是迄个胡经理甲迄个曹制作去的时候，你无讲上尾一遍是模棱两可。对，模棱两可的时阵就是你本人无去。嘿，对，本人无去，所以到尾啊，经理讲，无对当呢，这是毋是爱甲妈祖清洗者？是毋是真正雅兰家己来播，一杯在，进前拢无杯。什么遴选，完全拢无杯，所以就是妈祖指示亚兰姐家己来清洗。是，啊，即摆你看亚兰遮尔啊感动，啊，甲遮吼拄好玩到一个收束，啊，有3个哦不说话就是不说话，有无？3个，一只负责听个笑的安尼吼。无啦，我是认真在听，我是就诚心认真在听。即摆拄好一个段落，恁3个起来迄个跳3两3姐妹啊。妈祖娘你嘛都考你出庙里吼，足珍贵的，莫必须亚兰姐为着那种感动。亚兰姐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呢，我在南部围炉的时候，当初台视那个画面一闪过去，亚兰姐你在拜年的时候，其实我吓到了，因为那个真的那个扮相，那个扮相真的好庄严哦，我真的就这样傻眼，真的就是非你莫属。对，亚兰姐，因为我感觉讲会当演到伊是我一种英雄，真正迄是毋知几世人修来的福报，所以若是伫咧演这个剧情的时阵，我拢非常的心重，而且我阁有甲伊下愿。我希望讲这算讲是抛砖引玉啦。我希望讲这出戏会当演甲久久长长，因为确实剧情内底呢，拢有一寡教化人心。咱知影讲咱即摆社会有淡薄仔动荡不安，有当人心惶惶，因为经济无好嘛。但是你要安怎安身立命，互家己会当每一天过甲快快乐乐。我唔敢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我相信你若是看这出戏，你绝对会有感应。所以我伫咧即个妈祖面头前，我有甲下愿，我讲呢，这出戏无论拍偌久，安怎拍，我的片酬捐出1半，啊，看妈祖要安怎来处理。所以这是我一点拍姐啊，哎呀，谢谢。咱天龙心讲啦，天上圣庙妈祖哦，这个角色哦，并不是讲我咧学了指压你，我甲新会同款的感觉。当初是咱过年前礼拜台视吼，咱咧录迄个贺岁短片的时阵，我阁无啥感觉讲吼，庄严啊、慈悲的面相。我甲新会讲，我看第一道的时候我嘛惊到，我真正惊到。我甲新会讲，我看第一道的时候我嘛惊到，我真正惊到。
真正惊到。历年来啊，莫讲5年、10年、20年，我感觉虽然青阳店的演艺界无偌久的时间，但是历年来给我的感觉，你的扮相，一支的，真正一支的，并不是讲你的扮相一支的，就是一支的呢，因为你由相由心生嘛。只要为着要搬演妈祖这个角色，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吃素吃了一段时间，哦，庄严的哦搬演起来了后，连滚生球都拢没啊，开一句玩笑都不行。所以为了这机戏，为了这出妈祖，付出太多心血。妈祖考前一个嘛要考啊咧。不是干那我尔啦，我是感觉讲规个剧组拢付出蛮多心力的啦。我相信应该这嘛是妈祖的一点仔考验，因为呢，因进前呢，其实去跋杯的时阵，因都有抽到一支签，讲会经过一寡坎坷，所以阮伫咧大陆拍戏的时阵，其实有淡薄仔这个风波三千，哦，相信若是有看报纸，大家拢知影吼，有讲误会，什么人拍什么人的啦，吼。对，啊，都有讲迄个天气啊，迄个变化无常啦。系啊，所以呢，咱嘛是要笑讲，妈祖这个感应，因为咱既然要演伊的戏，啊，只要我感觉是有一个人就是无诚心，或者是讲，有啥物某一个时段处理了无好势，咱拢应该搁较尽心尽力，啊，接受妈祖对咱的考验。所以，比如讲像自强啊，伊其实伫咧拍头一个单元的时阵受伤几落摆，因为洪承阳咱知影伊较无武功嘛，所以逐摆你敢知影伊去用吊钢丝吊喺顶头吊偌久呢？无要好落来就无要好落来，因为拍未完嘛。对，足足有4点钟嘛。就差不多，因为那一站是大概是分2组咧拍嘛。变讲有当时啊，因为镜头关的一定要家己人去吊钢丝，本人去哩。啊，变讲迄边个剧组咧等下，我得调急安尼。但是，假使讲以我拍戏的经验来讲，但拍其他戏，不知道戏种伊个啥物歌种的啊，咱有当时弄会。弄卖完一个啊，弄个，但是每一次吼，像头仔叶兰姐讲的，咱拍一个风风火火，但是咱到后边来，弄一句话出来，妈祖来甲你考验，咱甲吃苦，当作吃补。所以每一摆我来受伤的时阵哦，其实我受的伤虽然很痛，但是吼，无形中心中弄一个安慰。妈祖咧甲你考验，就是表示你做无够好，我就尽量甲家己做好，希望大家当看天上神庙妈祖，谢谢。其实哦，咱踮伫咧上海拍戏哦，真侪风波，风风雨不断啊，风波嘛不断啊。但是我感觉妈祖娘娘对咱所有演员剧组对咧考验，所以踮伫咱的心目当中啊，永远有一句话：妈祖自有安排。对。我还记得是，对眷属，因为呢，阿强在那个上海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嘛。那我还记得那次，子强好像跟我讲说，你们在那个一个树林里面拍戏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个雷好像打下来，是不是？对，就是那个迄场戏啦，就那个在采沙场。对，迄场戏，迄场戏嘛是很危险，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在上海的天气都是不稳定，反正下晡开始要拍戏，就开始刮风啊啦。但是我经常那种在现场开玩笑，秦阳哥不要到现场，你赶快回去休息。太严哦。但是到下晡的时阵，就迄边开始卡雷公啊。但是阮这边其实若遇到这种情形，大家拢会讲休困者。但是我开始佮一直咧对待事呢。导演嘛是足顶尖嘛，一直讲，足坚持，一直咧对待数，啊，但是一直跑，一直对待数，足奇怪。开始拍时阵，拢永远迄边差不多10公尺、20公尺迄边咧单雷公，迄边咧落雨，这边拢无哦。我就一直拍到上尾一个，导演讲卡 ，OK， 入去定来，啪，雨就拢来啊！迄种雨大干哪会知无？因为咱拍外景拢雨刷对不对？你看咱雨刷。3个查甫救袂掉，规拢有吹伊呢。你看风偌大。就是跟亲像咱遮吼，咱风台天最真大风台迄款的情形。其实伫遐唔但讲干那迄个雨伞飞去，伊迄个河边啊迄款水哦，嘛是会安尼个风吹一清会甲滚起来安尼，走都走袂离。啊，但是导演就已经拍完啦，但是阮讲搁等，啊，搁有别场嘛，搁等。但啊，这个所在莫等，咱过来迄边等。因为这边水真济嘛，大家拢是即款情形把将这出戏
完成。来完成。啊，迄个400几个人，迄个哦，迄400几个人，迄个香港人吼，天公山，伊伫个戏内底吼，拢用闽南语讲，但是制作人配合甲讲，阮属哦拢会配音，因为讲400几个人，伊个400几个人，400几个人。不过我跟你讲哦，若讲伊是真非常非常认真啦。非常认真。我会记有一遍哦，我无食便当哦，我们在餐厅有没有？我伫遐，我说啊来食一个水饺吧，吼，食水饺。伊就摕脚本过来讲，大姐，这句话要哪讲？你用台语甲我教。伊全现场注音哦，后广东啊话啦，后说罗马字啦，后什言语上，伊就安尼做个佫头我听讲，安尼对无？我对啊，啊不过你写我看无啊？谢谢。我讲你写我看无讲，安尼我知影，谢谢。足拍拼的啦，足认真。没有了，我感觉哦，其实讲哦。世间上，你讲啥？个点讲是世间上哦，世间上，不管是做任何代志，只要你认真，一定会成功。对，来来鼓励一下。对，谢谢。其实哦，杨宗恩啊，宗恩兄真正是吼，真正是我这几年来看过吼，袂晓讲台语，而且佫遮尔认真，会当甲台语第一时间来学个遮尔好演员。而且佫不气不馁呢，然后边仔个笑甲咁样变过，伊嘛无要紧啊，伊嘛是伊拢袂感觉讲吼，伊袂感觉咱大家咧笑伊，嘿，拢袂感觉。有个人会为笑你，嘿，袂。啊，佫一项就是真好，就是讲各位观众朋友，你若看戏的时阵，较注意，徛尾足水，足引导，足引导。谢。哦，迄个英姿焕发，足好，真好美。铁公山哦是踮伊第一单元内底名，伊甲志强哦，原来是足辛苦的，所有拍的代志拢因两个咧应付的。对啊，你刚刚头壳遐有受伤对吧？对啊，所以我感觉是应该也是我们妈祖的那个保佑了。因为其实我拍这一档戏的话，我真的从头伤到屁股。为什么呢 ？OK， 先说比较轻松的。那个不是里面我常有骑马嘛，田面，然后40度，我们是很热。对，没错。没有啦，39度啦，哪有40度？好了，有40度我们都不拍戏不开工了嘛。对，大陆说40度不用号称的，永远39度啊。那我们都流汗嘛，那全身都湿透的，然后我一骑上去马上面，就大概3个小时都不能下来，因为一直在跑嘛，一跑。就算会骑的话哦，速换一下，骑马就有 up down， 你就跟着马就跑，你要跟他这样打浪啦，哎，就是说打浪，对，全身都要动了，对，对，你要配合他的韵律感。就算会 up down 的话，因为啊，因为来口啊。弄湿掉哦，台湾话叫做来口，那变成你，就算你在那边碰的时候，我们皮肤会因为摩擦咸的，对，惨哦。骑了2天回去以后，回去屁股坐都有这样做，屁股开花，然后整3天睡觉还有打车来睡。然后你如果穿时装那倒还好，穿古装要穿脱那一套衣服真的很难。但是没办法，等到我们第2天，就算真的已经是破皮了。一骑上去，50还没开始。啊，5、4、3、2、1，表情要出来啊！我还记得你隔天的一场戏，导演排你跟那个三红柱，三红柱坐着，然后三红柱也叫你坐，但是你不敢坐，导演讲你都坐啊，那钟恩的就拍谁？导演或者开会要怎么样做？开花讲上面一点的啦。好，上面一点的。这个是个意外了，这是奉劝我们大家如果要去大陆拍戏真的要小心点，因为我在那边有一天拍完戏的时候，朋友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在路边摊里面吃那个夜宵，然后呢，突然之间隔壁很吵，旁边的桌在吵闹的声音，回头一看，嘣，一个东西不晓得什么东西，砰，就打到头上来。你跟人家结怨？是你追了人家女朋友，对不对？黑社会老大女朋友。我拍了他们的 A 片。重点是东西砸到你的头，有没有闻到香味？没有，没有香味。但是因为这是有人找那个我们
旁边坐的人来寻仇。那平常我们有个习惯，其实坐在餐厅的话，都会看着门口坐。那天因为那个地方他也没有说有没有什么门口，它是那个外面的嘛。那这刚是后面桌，那很自然，因为后面突然之间就是很大声的对，一回头反应嘛哈。所以说到大陆拍戏的时候，千万不要到他去过的那种地方，随便吃小吃。没有，真的，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路边摊而已啊。所以不要去路边摊啊。哦，要去高给也不必了嘛。你在拍戏的时间，他有便当给你吃啊。哦。那你要休息的时间，赶快多休息。不要乱跑嘛。对，雅兰姐，我听这个故事了，我有一个感觉，是足正经的哦。就是说，我们只要参与拍马祖这种事情的话，不只是演神明本身，其实他会控制你其他参与的人的言行举止，对不对？像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有一次啊，我就很白目，我咱台湾拍的时候，假是安那受伤，我就是因为我一摆办千里眼。去外乡溪遐拍，结果就是哦，这我家己白目啊，结果有一堆那个摄影队经过我面前，那女孩子在拍封面，我都讲一句呢，水哦，是被旁边的 K 吧？敢若水哦，比那个等三支。所以我拍都袂顺利。那无顺利，因为迄场我就是要好大胆，好大胆，你无机会通来演啊，好大胆，好大胆。不啦，不是，结果。迄场单是要我找天宝啊嘛，去找阿嬷去嘛。我你个溪流上面是不是有石头？我就甲顺龙你在跳石头。平常时应该我这个骹手咩咧，应该是跳会过较对。结果今仔换做无代无，我跳过骨里，规个人变仔骨蹬着，石头嘣一个。结果迄天断了时阵，我以后。办千里眼，我就唔敢跟黑白开玩笑。你看，我跟你讲，妈祖佫会替某照顾翁，甲翁顾调，有无？重点是你跋倒的时候，边仔个断一支，遐个摄影队甲伊个查某囝讲水哦，无水哦，连插我都无插我，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讲听这故事了哦，其实妈祖都会控制你的言行举止，也不叫控制啦，就是保护，还有说你要给人家正面的形象。对，别当开玩笑。难怪我去上海的时候，他都不敢跟我开玩笑。不行。阿cường啊，关我什么事啊？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吃饭而已。我还没讲，如果没有，我又澄清，我又生气了。我做什么事？什么言行举止？我怎么吃宵夜？好不好？夜宵对不对？没有。我跟你讲，你要不是受头上这个，搞不好你会有更大的灾祸。因为我要说的，因为我往好的方面去想。刚刚是我的本命年。那人就说会犯太岁嘛。那我这里边其实一个原来你属猪啊！哇，那你60好几了。我60了，60年。好。所以我们往好的方向去想。对嘛？如果没有的话，这可能很严重。其实个都阿强所讲的意思我了解了，因为咱第一个单元踮伫上海的上港的圣香片场吼，咱安怎辛苦？第2单元呢，咱所有第2单元的主角，包括来演唱咱妈祖的主题歌的。4位歌手，完全拢唔知影咱拍戏的辛苦。阿强拄个意思，真心的当体会，就是咧甲各位报告，妈祖随时拢踮伫咱身躯边，虔诚的心加入天上圣庙妈祖这个连续剧的搬演的行列吼，就是有这个心向着妈祖，妈祖就会随时来照顾人，保庇人。讲较济，莫讲是甘苦谈呐。其实敢若阿强讲的，食苦当做食补。咱只是讲趁这个元宵的时阵呐，甲一寡迄个幕后的这个 news，提出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哈。当然希望元宵欢欢喜喜啦。对啊。大家拢举灯拿去照你的光明大路啦。第2单元呢，若是有机会的话，阮才办一个8月15的特别节目，互恁来讲一个食苦甲食补的啦。晋南大将军，还有咱的风流倜傥，还有咱的新会。迄个第2单元叫啥名？江秀莲。秀莲，是我教伊的一个查某囡仔。陈丽琴啦。丽琴。慧敏啦。慧敏。对。我是演何月英。我英。当然敬请期待咱的天上圣庙妈祖的推出一定爱支持啊！看阮全场拢总起立了，知影讲即摆节目过一段落啊！听遮尔济天上圣庙，无论讲这个神迹，或者是讲咱这个台戏即将上档的天上圣母妈祖，阮伫咧拍戏这个过程，目的就是要甲欢喜带互大家，大家快快乐乐，会当过这个元宵节咯，
哎，祝福咱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敬请期待天上圣庙妈祖，绝对是一出好戏，大家一定要看。